Hobby Horsing， 你係咪覺得熟口熟面呢？起源於芬蘭，基本上係馬術運動，只係騎嘅唔係真馬，佢真係一項正規運動，有跳躍項目，亦有盛裝舞步嘅表演。實情就係一支棍加一個玩具碼頭，喺芬蘭紅過鏡仔之後，傳開去歐洲唔同地方，甚至係澳洲都好受歡迎。澳洲仲有全國錦標賽係7月舉行，呢個就係芬蘭嘅 Hobby Horse 錦標賽，超過400位嘅騎手同埋多於2500名觀眾到場，一人一支棍，一日定勝負。但呢項運動係有少少陰暗面，好多介乎10至18歲嘅女仔因為中意呢項運動而遭受欺凌。冠軍就係呢位跳出驚人141米高紀錄，而慶祝就係食薯條同埋飲汽水。聽完 Hobby Horsing， 而家準備迎接 Hobby Dogging。呢種訓練係靠想像一隻狗狗嚟做，狗繩用鐵絲固定住，唔係真係綁住狗狗。訓練員會幻想同狗狗一齊完成訓練動作。你睇下呢位小姐幾咁投入。雖然呢種運動對某啲人嚟講可能好奇怪，但呢個嚟自德國嘅新潮流已經係網上掀起熱潮。你睇呢兩位靚仔仲可以一齊放狗。Hobby Dogging 最初係以諷刺嘅方式出現，但其實當你認真投入，而唔係淨係當佢係行為，你就可以真正從中得益。訓練嘅唔係狗，而係狗主。雖然大部分訓練會集中喺狗身上，教練話人類先係最容易犯錯嗰一方。Hobby Dogging 雖然睇落好搞笑，但係佢將心理焦點轉向人與人之間應該點溝通。你又點睇 Hobby Dogging？係咪想試下帶隻隱形狗狗出街呢？